智慧，讲台语，黑爸爸。好，来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家庭，咱 S 家。九冠军，摕金牌，700万摕回来。好，第二组来宾家庭，欢迎咱的 T 家。运动会健康，又变成功，成功你，我一定要成功。好啦，摕到100万一定会成功。是的好，来，咱今晚酒擂台，请，来，谢你哦，谢你哦。豆豆行，来。是。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来介绍咱这组的来宾，是组长哦。来。谁若是 S 的 S 是等你啦。是等你。是，今日就压力较大700万，嘿，是啊有带。搁带两个朋友来，对，阮两个朋友，一个叫 Eric，一个叫 Miki，一个翁仔某。对，我找两个来是因为阮朋友当中因两个上赢。上好招，上好招。是，好来，某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自我介绍，我叫支持，我的台语今嘛阿弟咧学，嘿，搁你落的啦。老兄唔，过来讲哦，就是假讲，对啊安尼就好好啊。学台语无啥，就是假讲，一直讲好，我今日直直讲，阮做有信心的啦。好，来介绍恁的成功率啦。哎，欢迎，阮这边的队长，欢迎阮的 Terry。我是天张建凯，汉超市带着我做运动玻璃卡用就用身体用。哦哟，对啦。敢若用尔生三个咧。嘿啊，是，一个赞。保持甲真好啦。对嘿，啊，而且伫咱这个公司台语台，咱嘛有节目啊。对，就是咱收看完咱的这个专辑有智慧了后，就是咱的幸福好处边啦。没错。嘿，因为这内底教大家讲安怎运动，做运动嘿，身体健康啦，是安尼真好，为民服务啦。没错。嘿，啊，今日嘛是带某来哦，哦，我来看手，看手来啊啦，是来看手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罗美玲，最近拢来无用音乐剧，希望大家会当来看戏哦。好，欢迎你来咧，来刷来去，再来给咱成功里的这个里长，来，大家好，我三林堡成功里里长，我叫阿关。好，欢迎李长呢，好来，搁刷来去，我是体类的迄个体操连的吼，嘿，的班长杨班长，我在杨金河。好，今晚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的陈凤辉陈老师破下欢迎。做伙讲台语，心色更欢喜。各位讲台语，心色更欢喜啦，吼。好来，今晚心心色就是讲要安怎过，咱才通找到700万。是，咱这季吼就是同款，咱今日来是初赛，今日来赢就进入复赛，啊尾啊就决赛，哦，上尾冠军就要摕到总奖金100万哦。哎，真正有影哦，阮金柜已经送出去，真正100万，真正送100万我看到嘛唔甘咧。好，今日的第一位啊，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奇怪，我大名。好，来，咱的台语心事大调查，是，这是要调查啥货咧？甲两边举一下咧吼，譬如讲无人机，听过无？哦，这就是新的词，但是台语安怎讲，大家知影无？哦，有当时啊咱知影，有当时啊咱唔知影。咱即马就是吼，这个回合，甲咱知影共款咧讲这个物件的台语词，有可能有无共款的讲法。是，咱透过咱的民间的调查公司。调查超过300人的专项大调查，看卖这个物件吼，伊新的词倒一种讲法是大家上爱讲的。啊，咱分数安怎算咧？是，咱这回合吼，你只要约到一个1000分，1000，嘿啊，一队唔是2个，拢中3题，上济使得到6000哦，加油哦！嘿，大家同齐啊，脑筋又看卖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赖床的台语，好一个上济人讲。哦，赖床，大家拢知影赖床。好，来，美秀这边的答案是
暖床。哦，是安那你会点暖来暖去暖床啦，因为无想要起来嘛。敢若这张共款，啊，就踮伊遮并者啊，又一个别就是无想要起来啦。是，我是暖床。哦，阿雄，我这边的讲法是春轮还是春轮？春轮，春轮拢会使，就是你安尼像头拄阿姊做迄个动作。我这暖，不过你是春呢。啊，共款咧眠床顶啦。哦，嘛对吼。这两个拢是有人讲的，啊，你那想看卖，倒一个较侪人讲。嘿，较侪人讲的哦。好，来，美秀这边是暖春，阿雄这边春轮。嘿，来两对请选择，来哟，美秀，阿雄，演一边。哦，来，大家拢是选我这边哦。哦，嘿，是安怎咧？来，姐姐。因为我婆婆市场伫咧讲伊足懒暖的，所以我对那个暖唇有一个印象。我帮你解释一下，伊讲我母啊，就是因他，我就懒暖的。暖唇，哦，暖床安尼，暖床啦，是。我嘛是又暖床，因为春运都是讲，就是足忝的时阵啦，但我咧下鱼无。啊，这嘛有可能是伫咧起床的时阵会做的动作。对啊，对，但是这导游佫是拍伫遐，所以你咧暖床的时阵是你无想要叮当，啊春运的时阵是你春运你会卡手的春运，对哦，敢要春电出去也是安怎对，所以我感觉讲两个比较起来，应该是暖床啦。好，后来真正的是老师健康的答案是健康的答案是美秀。恭喜咱这边得2000，咱这边嘛是2000。后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先煞甲咱教讲这安怎念。咱拄则讲单字来讲啦，吼，叫做暖，吼，这暖较低，这台语第3条啦，吼。啊，你若讲暖，吼，这算台语的第7条。南暖还是什么会做奥暖，迄是暖，迄是第7条无共字啦。啊，咱即摆咧讲的是暖这字啦，吼。啊，暖这字，后壁佫有床的时，就爱变调，吼，啊变做暖床安尼啦。你若讲暖床是敢若床做暖安尼，眠床做暖床，这个眠床做暖讲暖床安尼啦，吼。啊，你若讲是这个动作，就是伫涂骹，还是伫咧这个眠床顶，吼，伫遐咧安尼，迄个动作，吼，迄叫做暖安尼。嘿，啊，这其实是做台语开口的一个词啦，哈。嘿，啊，跟暖无共款安尼。哦，跟咱暖无共款无共哦。不过拢真牛哦。嘿，拢有对哦。好，来第2题开始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暖暖包台语上侪人安怎讲呢？哦，暖包哦，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小热包，是因为啊，咱本早摕嚟冷的对无？啊，你甲拍开了，啊嗨，啊放伫身躯诶，你有衫啊扎着，伊安尼弄就烧，啊这有者嘛烧，这有者嘛是烧，嘿，叫小热包。小热包，换你哦。阿雄我这边叫做雾烧啊，雾烧茶啊，雾烧茶啊，嘿，因为你就是烧啊了，你就是加用手去捂，用面去捂。还是放在巴肚，用巴肚去捂，所以就捂烧茶啊。是，所以讲咱的身体就较主动的对吧？对。是安尼，啊，我也是较被动。你也是较被动。哦，原来是安尼咧。不过打一个是上侪人在讲的呢。嘿，是美秀的小热包，还是阿雄的雾烧茶啊咧？来，2对咱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边。好来，喂。即马拢无得失啦哦，甲风险拢甲分开啊啦吼。后来我先问一个朋友，你选的是我，因为较好讲，小肉包哦，小肉包是。啊，那咱这边的 Stanley， 我感觉茶啊较适合比暖包的顶悬，对，有一个茶啊，我有着有烧的，因为包。小大，小笼包听起来敢小笼包，哦，敢若就是吃的哦，敢若是包啊意思，哦，大家拢真够看这字，拢很有想象力，袂歹。好，来咱这边，另外一个听起来较亲像迄古早用的放迄烧水迄茶啊，哦，什么菇？
对，迄感觉用有的感觉说，较早讲，假使讲囡仔若发烧有无？我用一个鹿啊，滴这个冷滚水，啊甲头捂的。哦。也是讲对无爽快，啊滴烧水甲捂的。有诶，迄个鹿啊，落啊，迄碟啊，是，所以敢若毋是包啦，是系啊。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雾烧茶啊。表面两边都有分数，来先加分数。好，是恭喜这边得了1000啦！啊那咱们这边起价咧。恭喜这边嘛得了1000。哦，重点就是讲雾烧甲这个烧热这两个词的小可差别啦吼。因为若烧热是咧讲迄个温暖啊、会烧啊迄个状况嘛吼。啊，你若讲是雾烧，就是温度有变化，原本无遐烧，互伊变较烧。哦，啊，这就是暖暖包的功能嘛。哦，本来无遐烧，互伊温度升悬，所以这个雾这字是重点啦。嘿，所以啊，差不多有将近60成的人选这个答案。好，谢谢老师。来，咱今晚先请出小真刺激哦，上尾要一题啊！加油加油！好，分数要扭起来哦。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宅男的台语上侪人讲倒一种？哦，宅男哦，你是这边的答案是厝内句，因为啊句就是拢会，我就话阿姨即摆吼无想要出去，伊就会家己揪你来。揪咧某一个所在句。嘿，句喺遐，嘿啊拢无想要去，听到外口有啥物嘛，袂就家己伫内底享受就对啊啦。是，所以我的答案是厝内句。哦，厝内句，啊阿雄我的答案是点空句。点啦，点空句，因为我点喺一个空内底，我拢无想要扫出去。是。哦，点空句。好来，咱两队请选择，嘿是厝内还是点空咧？点一边。嘿，我会听起来敢若较好听的感觉。啊，如果是你的，嘿啊，厝内句啊，好来看咱这边者，咱的来姊姊。较好讲啊，较好出来句，点空较少人咧讲点空啊，即嘛即讲即选较侪人讲的话，出来，因为宅嘛是敢若一个厝，哦，一个厝，对，哦，哎，这嘛是有道理哦。好，来，咱的体力。点空就是较无安尼讲，咱来讲点空就是放空啦，放空啦，放静心啦，哦，袂讲啊点空。听起来念起来无遮顺，啊，做我姊爷讲的嘛，厝就是宅嘛，厝宅嘛，啊，就是啊，厝内句啊，你创啥无啊，就厝内句的啊。哦，哎，感觉。好，啊，到底是毋是厝内句？啊，是我的点空句咧。我拢唔知影哦。好，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厝内句。其实吼，这个词吼，拄则两队讲的呢吼，拢有一部分会当反映讲吼，咱这个台语语词的这种较失落的部分啦吼，就是讲其实呢，古早的书店就有收点空句这个词啊。嘿，古早日本时代书店就有收这个词啊，伊是较用伫咧井底之蛙这种意思啦，就是讲拢无出门，无啥物见识，无啥物知识，迄个较偏迄个意思安尼啦。啊，当然落尾到现代嘛是有人甲点空句，有部分的人摕来使用伫咧宅男这个意思，嘿嘛是有啦。啊，毋过因为是算做一个调查的比例来讲吼，是厝内句是可能是拄则所讲的讲，敢若较直觉吼，啊，所以厝内句较侪人讲安尼啦，嘿啊，但是其实这个词点伫咧空内底句的这个点空句是日本时代就有收啊吼，就有咧用啊安尼。哦，以上来，记得看分数，看阮 S 加。 S 加即马有5000咯，袂歹哦。嘿，啊来 T 加咧，毛5000。哦，白手哦。好，进来的第二位啊 ，AI 4公1。4公斤，带你看过去。哦，今嘛要带恁去看过去啊！是。不过看过去之前，咱来规则讲一下。好，咱这回合拢总有4题，一题3000，你若是拢对，就是12000哦。哇！啊，尽量看，阮会用一个影片，互恁看，看内面上有啥物重点，你就甲记起来。嘿，嘛有可能是会当佚佗的所在，嘿，啊，拢互你看过去，施工嘛，啊，上先互恁提示者，你就知我拢会甲恁先来上的，咱先提示者要看啥？哦，刷落来这个所在是咱台北人看到会思念的所在。会思念的所在哦，表示伊。
甲今嘛已经完全无共啊，哦，还是已经无伫的啊，无一定。是，不要紧，咱尽量想哦。好，来，咱今日要去倒咧？咱请看。哦，你看叮当，叮当呢？真赞。哎，搁一个啊！哇，这古早相片变的，知道了。有够厉害。好，来，姐姐，南西银环，南京西路，南京东西，东南京南港西路阮两个的银程度应该差不多。是，来，老师你听有无？这个所在你一定有印象，咦，敢知影这是倒位咧？好，来，咱今日要去倒咧？咱请看。哎，哇，哦，你看叮当，叮当呢？真赞。哎，搁一个啊！哇，这古早相片变的知，道了。有够厉害。哦，这个所在应该真明显啦哦。对这大人哦。哦，好，来，三张相片，互你看过去。好，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这是1960年代所有台北人要食好食物、要找猎妖的时阵，拢会来这个所在。你知影这是倒位咧？来，请手答。好，来，姐姐，南西银环，哪位？南京西路的圆环，南京西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西，东南京南港西路阮两个的银程度应该差环，不多。是，来，老师你听有无？咱搁讲者，遗传。老师，咱来甲鼓励，你就勇敢讲的，对啊。南京西路的银环，是。最好食萝卜饭，哦，厉害厉害厉害！爱食迄个萝卜你讲饭。敢会答？要是会当。哇！来，小可调者，小可调者。盖者盖者，老师哦，你机会啊啦，美玲。盖者小可盖。讲啥？南京，南京西路，南京西路诶，莫一直调伫遐啦，莫一直调伫遐。后边个重点。银环，哦哦，袂歹哦。是。来，老师伊讲的，啥物遗款啊？啥物？你袂使甲我讲遗款，四季拢遗款。嘿换一条路嘛，换一条你也要讲的咯。我会晓讲诶。因为伊的遗款接足侪路的嘛，你接一条你也要讲的啊。遐有，伊毋是伫迄个中庆什么路？系对，中庆什么？中庆，我知啊，八路。啊，试看嘛，嘿，搁讲一遍。来，中庆系啊。遗环。对啦，遗款是对问题，安尼调一半尔。调一半。对啊。哦。因为这传统的讲法吼，有两种讲法，啊，至少你嘛讲其中一种，因为这你袂当讲改名，人本来传统就安怎讲有啊？有两种讲法。哇，南京银环，什么遗款对啦？头前迄两个字。什么遗款？嘿，头前两个字尔。咱住咧什么所在？台北银环。来，你愈来来，一两三个杀一遍了。等者，我顶下烧掉吼。来，一两三三。哦。来，几，台北银环，台北银环，你安尼我台北银环，台北银环，环，台北来，银老师环。安尼会当无？先讲老师今嘛真好，老师放水真好哦。老师来，放下来就要放咖喱啊！好，来，咱副首先，就迄啲就3000咯。台北银环来听老师讲健康的讲法哦。来，老师，因为啊，咱这个算爱用白话音讲啦，哦白话医款、科湾款，环你迄个环的用法是比较较抽象，其他的物件会当用环，啊，毋过你这个疫款也好，吼，医款也好，这一定要用款这个白话音，嘿，所以就是拄则是免讲吼，迄个医环对吼，其实环唔对，是医款才对啦，哦，医款，嘿，啊，我讲有两个名吼，一个是台北医款。
啊一个是建成圆环，吼，啊这就是因为过去迄区，吼叫做日本时代是建成町，吼啊路尾变建成区，吼啊路尾才佫改做大东区，有啊吼，对啊，所以古早的名是建成圆环。吼，啊，较落尾才改做台北圆环，啊，就是因为是咱都讲迄个60年代、吼70年代、80年代等等，迄几十档的迄个台北人若要食迄个各种的吼好食米，拢会去遐，对，所以请讲建成圆环，啊无就讲台北圆环安尼，好，知啊，谢谢老师。不过唔免烦恼哦，伊伫圆环内面啊，真侪迄种小食边啊，伊个拢会去食，嘿，推店面啊，嘿，你问者你就知影讲倒位卤肉饭好食，就是伫遐。好，好，不要紧，咱分数摕着，咱这边搁加油哦。好，来甲扭起来哦。好，来，咱今日换人。其实袂困难啦吼，对，爱注意线数。是，无唔对啊。好，来上诶，咱线数先互伊先提示一下。哦，咱刷的这画面是咱1939年李慧晶先生，伊吼用迄个卡梅拉所翕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好，今日咱要去倒看咧，咱请看。哦，看到线数啊未？有看到无？一字遐大字。哇，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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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字遐大字，哎。哎呦，哦，车过叮当呢。不过即马拢无共款啊。系啊。嘿。迄是日本衫。哦，到底是啥物话呢？来，上个咱请出题。他这画面内底有一字林字有啊，伊就是咱有名的林百货公司。你敢知影伊伫咧倒位咧？好，来，咱请手答。好，来，哎呦，来，金雄，倒位，台南。好，来，老师，好来，不错。叫伊搁得到3000咯。哦，愈大愈悬。好，这个林百货吼，那在地府城台南人吼，拢讲5层楼啊啦，5层楼啊，啊是一个真水的建筑啦吼，啊当然这日本时代就有诶，啊即马当然有保留，差不多拢保留掉，啊内面有做一寡迄个改变，但是无真大改变啊，外观来讲是无啥物大改变吼，啊就是5层楼啊有这个新型的流浪。吼，这是大家迄当阵吼，迄个时代真新，真即个时行，讲去遐就是哦，足时行安尼，吼啊内面嘛卖足侪物件安尼，吼，那还未去过，建议当去行搭一个。袂歹袂歹，咱继续搁摇哦，加油咯！吼，咱虽然分数今日扭起来哦，加油加油，一地3000哦。好，来今日换人。是第3位啊哦，是，嘿，咱即马分数来，今日有差哦，有差跳起来咧。哎呦，差6000上好是2题拢甲扭起来，恁就嘿，这白手哦。好，好来，来甲大家提示一下，刷来这个相片做的 AI 影片吼，伊内底介绍的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好野人的娱乐。今日要去倒咧，咱请看。哦。哎呦，迄马倒退路你嘛？会紧张哦。哦，毋是倒退路啊，哦，看唔到。哦，这真正好野人的算计呢。系啊。哦，看好野人。有马。哇。3张相片哦。好来，安尼有印象啊哦，我无要搁讲啊哦。来，车马尔呢？来，小美，咱请出题。请问，这是日本时代的赛马场，你敢知影伊是即马这个时阵的倒位咧？好来，咱知影，咱就请手答我个喙齿哦。手在，我提示啦。来，不要紧，使。我想看卖。你嘛有机会通啊提示了，有机会把通啊杀哦。我会使甲你小提示一下，伊伫咧台北市内底。台北市内底哦。倒一位？你认为倒一位有可能有马？真紧啊！树林。来，老师树林对不对？唔对。哎呀，来，机会来啊！我搁提示一下，甲树林
无讲介远，无讲介。树林附近就几个区尔。是。要看嘛？我袂甲要。我袂甲要。啊？中山区。中山区。中山区哦。哦，来，老师中山区对唔对？哈，什么区？中山区啦。中山区。中山唔对。哎呀，你是无远呢。北投。上慢啦！哎呦，咱这可能是真侪人拢无这个机会知影这个历史啦，嘿就是北投吼，差不多就是这个即卖这个正正学校迄搭啦，是哦正正学校迄搭其实伫咧差不多1931年吼，迄阵就是全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这个。赛马会吼也是这相关的组织，其实四国拢有哦，唔是敢若台北有尔。嘿，其实当阵足侪县市拢有，吼毋过就是拄则看，迄是北投，会使讲是真出名，迄当阵的即个娱乐的即种设施啦，吼因为遐当然所在较宽嘛，吼就是拄则有看讲，真侪人骑马，就是咧比赛嘛，吼，嘿，就是即摆的北投这个所在这是咱足侪人大部分人唔知的历史啦。不要紧，各有一位哦，各有一位哦。好，来，今日换人。哦，体瑞。阿你来安尼，阿你来安尼，是啊，四地即马拢冠军嘞，输6千嘞，来，咱先听一下提示好无？好，来，上个你先提示一下。是，刷落来吼，要甲大家提示的是，古早大家拢伫咧食洗衫。啊，洗衫哦，洗衫。哦，大家应该拢唔知影是什么溪啊边啊什么。无一定哦，无一定哦。好，咱来看下今日要去倒位，咱请看。哦，有无？你说啊，有哇！这种光景应该无啊，哦，真水呢，嘿，真正行。哇，你这哦，这起码要找这种嘛无啊呢。对啊。哇。来什么洗衫、洗碗、洗盘啊，拢伫遐啦。对啦。是。囡仔耍水嘛伫遐。拢有印象啊吼。到底是要讲啥话？是。好，来上个来请出题。是，这吼是咱台中真出名的一条河川呐。你敢知影伊号做啥物河川呢？好，来咱请手答。应该拢知影哦。来，史丹利。大家溪。大家溪。大家溪嘿，大家溪。大家溪，唔对。哦。是，咱即摆甲你讲的免想遐远。伊的名吼，就伫咧头拄内底影片内底。有啊，我猜对。内底有字吗？好，来，你讲。汉 K 吗？好，来。好，来，老师汉 K 对唔对？唔对。阿姊，无咱讲制作单位，想会使个人回答一摆无？会使，来小提一。对。恁所有的队友拢知影答案无？阿姊算到啥，恁也知影吹落哦。请手答。来，知影什么会？请手答。大中市，古早嘛佫真有名，今嘛佫真有名。来，请手答出题。答案就咧影片内底。一个色水，一种色水。嘿，第一个是色水的啦。嘿，来，第一个是色水的。色水，一种色彩的名，第一字绿川，这阮就袂使佫讲啊！你是想好正确的念法是安怎念？绿川，嘿。好，来，老师绿川对唔对？头先唔对，落尾才对，安尼是要对啊？唔对。老师无要紧啦，对一半。咱趣味俩，咱推广台语。老师，咱即摆是咧录讲经的啦。来，好，恭喜，来分数。恭喜你了3000咯。是，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好无？来，老师。你是台中市中心有绿川、柳川、梅川、甲麻园头溪吼，这拢是算做台中市中心的溪流啦吼。因为讲
河川还是溪流诶，这都无当然对遐看，咱拄仔看迄相片嘛，算介大条啦吼。啊，你看两花拢有迄落迄柳树有啊。对啊。吼。啊，真水啊！当然，这个差不多是，其实伫个1900年1900年，就差不多有开始整地的这个工程啦。是。嘿，啊，落尾一直整理，一直到1930年左右，就是拄仔看到迄差不多是30年代的伫遐洗衫的画面吼。哇，要100年前就遮水啊！对，其实是古早是整地甲足水的。嘿，啊，除了有咧洗衫，唔知大家有看到嘛？有迄唔知是鹅仔伫遐咧。是。啊，还有一个人徛。较中啊，敢若咧蒙啦呢，系啊，真正有啦，对啊，对，所以是沥川迄个沥吼，诶，迄个音是落叶沥诶，即个发音啦，沥川，吼，是，嘿，好，以上。好，来，咱即么紧的哦，水的就是爱看分数啦，先看咱 S 加，是即马 S 加14000啦，哦，可惜即马5张，诶，嘛袂歹啦，唔通演去哦，咱搁有第三回啊，咱甲奖金拼转来哦，起来的第三回啊，两家来拼台，第三回合两家来拼台。嘿，来问号内面是啥货咧？啊，问号代表是无共款的奖金。上济15000，上济15000，啊，12000、10000一直落来，上少1000，拢是奖金哦。咱当然甲塔去哦。吼，啊那边仔的提示咱讲一下好不好？8个提示吼，羊肉、粽、石头、新庄、豆、片蚵、鸡啊、古籍。是无唔对，啊，咱这有两个，就是要互大家较大心的啦，有一届救命的机会啦。吼，啊那这就是咱的分数较少的人，咱参啊有这赢面先来选，好看会当选到15000无？好来，Terry，哦，我即马敢会使变讲会使选到奖金较悬，是甲塔起啦。爱我有把握的，我选新庄，因为新庄是三重埔隔壁。对。过来是我较早细汉，我是住伫花莲。哦。新庄的花柳。对啊，但是我读书是读伫新庄。好，咱来看下新庄的奖金有偌济。哇！新庄加价单。好，来，12000已经喺地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有超过300年历史的新庄老街旧街啊，过去有56坎的称呼，你敢知影56坎是56户人家，还是56间店呢？好，来，你有10秒时间。是民家还是店先救人再讲啦。好啦，来救人啊！救人！来用救人哦！来，恁知影答案无？56。我讲新庄街啊，对无？那是毋是就五圣庙，对无？啊，新庄街啊，较早拢老街，遐拢是店面，就无一饼铺，对无？然后有卖有店饼的啦，卖饼卖布的，卖鞋啊的，啊，即嘛佫有什么卤虾，卖古早饼，大行拢有。你当算阮阿嬷咧做这个做啥？做菇，做菇哦，庙口的那种真济，对。做饼。所以应该是新庄街啊，新街啊，街啊，应该拢店啊，足老的咧，店好不？好，来，阿姨话救人拢伊咧讲，对啊，但你家己讲就好啊。对啊，你家己讲，因互我自信嘛。哦，哎，这是这串的，这几年对我都变过来了。对，冰雹。先甲万里的自信提起来啦。对。好，所以你的答案是56间店。好，咱来看一下56间店，对唔对？万里哦！来，分数我加落去。有一定的万里哦！加落万里。咱其实台语有足侪真幼稚吼，诶，这种描述，可比讲良俗吼，一间店，这个间当然是一个良俗，啊，毋过呢，一坎店，这个坎。吼，就是咧讲建筑物，也是这种楼梯等等吼，这款的物件会用坎来讲，嘿，所以是一坎店，意思就是一间店的意思，安尼，好，以上，好，谢谢老师，真趣味，吼，不要紧，唔通演去，因为万里用这咱佫有15000啊，嘛有10000的啊，对，咱豆豆啊他，来，你要选倒一个？杨花八好啊。加油用，加油用，好，来，咱请出题。请问
高雄公山的油肉料理真出名，啊，倒位吼嘛有出名油肉料理咧，是云林的北港，还是彰化的溪湖？好，来，你有10秒时间。好，知影市内。来，知影。看救人。哦。你第一个就要看救人啊！唔知影。哎呦，来，你较高食。好，今日来救人哦。伊讲云林，伊讲的，伊讲。但是等一个咧，伊讲是，我唔知我无食油。是万啊，你甲别人去的，你甲别人去食。是，你敢不敢家己？你敢不敢倒位？倒位。北港。北港嘛，我等于我拢无食。对啊。是。哦，安尼，好。来，伊讲的，伊讲的。中华 K 哦。来，中华 K 哦，来中华 K 哦，对唔对？分数，恭喜哦，得了1万哦。嘿啊，其实这是有伊个条件，因为咱溪湖遮算做讲是迄个肉样，应该讲中华啦吼，中华算是肉样市上济啦。啊，过来就是讲嘛有迄个较特殊的拍卖样的这种的市场啦。哦，有这个条件伫咧，啊，所以中华溪湖这个羊肉炉哦，袂输这个公山羊肉炉的名声。嘿，我会记得我进前若差不多若逐摆去中华，大家就讲。来溪湖食羊肉，来溪湖食羊肉吼，啊，所以咱来加交一寡无共关系的朋友吼，去到对拢会当了解。好，以上对啦，有闲去遐试看卖啦。对。后来10000、1万拢摕伊啊哦。啊，个15000的哦，啊，个9000的哦。赔瑞。我才欢喜无超过1分钟呢。这就是精彩的所在。来，拢有机会并盘。真恐怖，真刺激。因为我咧健身啦，我定定咧上。接你食的就是鸡吧。咱来看一下鸡的奖金有偌济？哎呦，5000嘛是真好，他去嘛是共款啊。哦，他去你差不多好，来，咱请出题。请问鸡卵是讲安怎的鸡啊咧？迄落鸡，不是鸡，迄落囝，鸡仔囝。搁较济无？鸡母，嘿，鸡母仔囝。来哦，来，你的答案是啥货？我真正鸡母的我。鸡母的。鸡卵是咧讲安怎的鸡啊咧？请问鸡卵是讲安怎的鸡啊咧？鸡卵，是。好来。细只的鸡。你讲是鸡仔囝？鸡嘿。伊个有分淡薄啊。五毛的啦，五毛迄当阵啊，迄落。有毛啊，无毛。迄落鸡，不是鸡。鸡卵。鸡，迄落囝，鸡仔囝。鸡仔囝。啊，搁较济无？鸡仔囝。鸡母，鸡卵。鸡母，嘿，鸡母仔囝，来哦，鸡母仔囝，鸡母，来，鸡卵，来，你的答案是啥货？我真正鸡母的我。不要紧，你想者，人叫你卖讲啥话，你就家己想者。哦，是什么话？来，鸡仔囝，鸡仔囝，鸡母啊，鸡母啊，鸡母。好，来，咱来看下鸡母对唔对？哎呀，真可惜。就是伊是母的无唔对啦。对啦。啊，毋过呢，就是还未生两个啦。系啊。哦。吼，你若讲用人来讲，可能人会讲是在色的啦。在色的。嘿，啊，就是讲迄个鸡卵啊，就是这种还未生两个鸡母，是母的安尼嘿，鸡母。对。是在色乳啦。在色的，在色的。谢谢老师。嘿，其实就遮简单，免想遮济。处女鸡啦。嘿，无对，可能肉较油吧。另外一种称呼叫鸡角啊。鸡角啊，就是鸡角公鸡啦。哦，鸡角啊。鸡角啊，鸡卵啊。是。哦，好来，过来哦，继续。紧张。安尼我选长好啊，最近食足济。最近食足济啊。好来，咱来看下长的奖金偌济。哦。1000，袂歹。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北部粽甲南部粽上大的差别是料理的方式。
一种是用吹，一种是用煮的。啊，你敢知影？倒一种是用煮的咧？北部甲南部，南部是用煮的，南部上煮的。你宜兰的嘛，唔是北部，嘛唔是南部。对，阮是用吹啊。阮无共，你无共吗？对，阮无共对，阮是用吹啊。所以你的感觉是用煮的，南部是用煮的。南部用煮的，煮的对唔对？南部用煮的。人家用晒啦。对啦，南部。好，来奖金。恭喜又得到1000咯！讲较健康吼，这个煮应该是讲砂搁较健康，用砂啦，口口炒讲用砂吼，啊用砂是南部粽的处理方式，嘿啊，这北部南部的处理方式，料理方式无共，嘿对，所以若是用所谓的砂啦吼，嘿应该是南部粽。好来。铁瑞啊，千杯啊，倒去啊啦，免惊，够万五呢，好划算，偏油，好来，咱来看者偏油奖金有偌济？3000，嘛袂歹，加减轻啊，就好啊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偏油妈公吼，伊的旧地名叫做妈经。是因为因的信仰是观音菩萨，还是妈祖咧？来60秒的时间。这应该去过外景出遮多。是啊。来，答案是妈祖。妈祖，确定哦。有啊，因伊的迄个衫搁伫遐。哦。有一个衫带伫遐。出外景有差对啊。有差哦。嘿，朋友爱到外景嘛是爱食无？有。好，来，咱来看者妈祖对唔对？恭喜你了3000咯！溜起来，咱这行船人也是讨海人啦吼，拢惯势讲伫咧这个坐船的过程中吼，嘛是会有采一身妈祖吼，保庇这个行船平安嘿。对啊，所以这个以早其实就是妈祖经的这个简称叫做妈经安尼嘿。啊，落尾这个汉字搁甲改做马公的时阵，其实就无算失去这个本来的迄个意义啦。嘿，所以应该照讲是爱恢复这个旧地名妈祖经的妈经才对。哎，这经是白话音啦。好，来换你哦，加油，出3题，加油。万五到底是倒位咧？我嘛足好奇的。我选高级好，听起来较贵。看是有影贵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南古迹的数量是全台湾第1名，你敢知影台南人讲什么物件是番仔楼咧？番仔楼。台南古迹上济，唔捌你住过台南，唔知。对啊。番仔楼。你搁咧笑啊？伊知影。知影。唔是你回答拢有你。来，你先想。我先。你捌听过无？番仔楼。唔捌听过哦。对，番仔楼。番仔应该是讲外国人吧？应该是安平古城。哦。安平古城。来，咱来看下安平古城对唔对？其实是赤坎楼，赤坎楼啊，这个当然番仔楼的番仔是讲阿门番啦，吼，就是荷兰人，嘿，啊，其实这个赤坎的音嘛，唔是讲原本汉人号的吼，是希腊雅的这个语言去转的啦，就是希腊雅的音可能是类似萨坎这类的音吼，啊，用安尼去转的。嘿，啊，当然嘛，有的是讲荷兰语，迄当阵的迄个号名，用荷兰语来讲，就是 provincia 吼，啊，就是有人翻做普罗宾加啦，吼，就是用汉字普罗宾加，要学迄个 provincia 这个音啦，吼，好啊，就是伊这个所谓 provincia， 其实伫荷兰语的意思是首都的意思，哦，首都的意思，会使讲当初就是建设这个你要讲城堡还是楼吼，这款物件，啊，可惜就是讲当然经过几啊百冬，吼，歹甲剩无偌济啦。 嘿啊，所以即马看到其实是落尾的人，搁去用一寡什物文昌庙啊，什物海神庙啊，搁去甲安尼塔，搁去啊南建筑安尼吼，所以即马已经毋是原本迄个型啊，吼啊，但是就是即个赤坎楼叫做番仔楼，即个有留落来。好，来，即马剩2个哦，要选倒一个咧体类，加油，来哦，石头，好，来，咱来看石头奖金偌济。 哎呦，丢了压力啊！来哦，加油哦！来哦，咱请出题。
台湾有真侪所在用地理号名，你敢知影倒一个地名是真正有迄个石头咧？是新竹的尖石，还是花莲的六十石？这应该知影啦。这题我若唔对，我会去用抬头啊。为什么？因为阮看的都是新竹尖石的人啊。哎呦，尖石的大雅族啦。哦，你对，做快把手你甲你青哦。在地在地。啊，阮迄个花莲，阮妈妈的这个故乡，阮外婆家就是住伫富里，遐60当山呐。哦，对，但是迄是一个地名，但是伊无石头啊。尖石较早入去真正有一个石头，迄石头佫有一个公的，甲一个母的哦。哦。对，伫个大雅族的一个传说来讲，就是讲为什么有大雅族，就是讲有一个石头，甲公的甲母的，啊，这个死若甲讲了了，怎啊生一个人来？哎呦。对。哎，我刚刚去过。有3个兄弟啊，一个为这个新竹行，一个为宜兰行，一个为南投行。这题我若唔对，我就。你就试看下啊！好来，伊的答案是新竹尖石。好来，新竹尖石对唔对？免红青啊啦！好来，分数恭喜哦，得了7000咯！哇，冰盘咯！拄只 Terry 已经讲到差不多啊，不过我嘛是搁补一下啦吼，补一下讲咱迄个石头啊吼，敢若尖笋迄个形的石头吼，讲是伫个咱遐有啥物哪路溪啊有加落溪迄个交汇所在遐，迄个石头就伫遐安尼吼，是真正即马一个存在嘛吼。嘿，啊其实花莲即个嘛有人讲过去嘛有石头啊，啊不过迄是一个传说，即马是唔知影应该是找无啦吼。嘿，啊所以有人另外一个讲法讲60石山迄个60石吼，是迄个咧讲迄个单位啦，就讲遐的地理环境真好，人迄一家拢敢若会当差不多生产40-50石的稻啊尔，结果伊遐会当生产到60石安尼吼，所以有即个讲法留落来安尼。好啊，不过即个名嘛是落尾才改啦吼，1950年代以后才叫做尖石乡的啦吼。150后，是不是？好来，咱来看下。冰盘，嘿，也奖金我这。哎呦，来哟，够刺激，加油，请出题。请问华语讲的四季豆用台语叫做闽豆，你敢知影闽豆这个称呼是甲日语还是英语有关系咧？是闽豆。闽豆。我。是。好来。哦。英语。英语的闽豆哪讲？就是饼啊。闽豆。饼，就是因为豆啊嘛，饼。啊，那日语的闽豆，我刚才袂晓讲嘞。你讲的是英语哦。英语。好，来，咱来看下，英语对唔对？来，分数我教你。恭喜得了15000咯！闽豆真趣味的，拄则有小可讲到这个发音吼。其实若是以这个现处时，咱讲闽豆，咱其实就是英语叫做闽，伊唔是叫做播音饼，伊是其实是落音的播音饼。啊，就是当初外国人甲这个物件带入来，啊，然后人咧问讲这是啥事？伊就讲这是闽啊。唔过闽是啥？就豆啊，所以豆起来变做闽豆啊咧。其实闽就是豆啊，变做豆啊安尼。啊，不过其实就是对外国传过来吼，新的物件当初是安尼称呼。好，谢谢老师。好，来，咱今麦今日看分数，看咱 S 界或者今麦有4万咯。咱 P 界咧，哦，嘛有27000哦，这厉害。袂歹，今麦今日咧7秒3000斤。1000斤，看图要属意。来，咱今晚奖金偌济？今晚咱奖金有4万块啦！4万块有几秒？就是40秒。有40秒哦，真济哦。不过安尼敢有够咱咧公平，大家来咱拢爱加。哦对啦，无搁加30秒变70秒好无？70秒哦。好，来，咱这回合有几题？咱这回合拢总3题尔啦，3题尔。伊就是看一个图，对，吼，伊会有互你一个迄落画。AI 画出来图，吓你看，到底什么意思？你就甲紧日用。用迄个俗语，知影就大声画出来。好，来，上个咱请出题。第一题有7个字，
是的，看者，伊咧创啊？他在流，伪装流鼻涕，无，哎，流鼻水，流。拢总4万块的奖金，因会当提走偌济登记咧。看到底什么意思？你就甲紧日摇。有迄个俗语，啊，知影就大声喊出来。好，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头一题有5个你5个你，看得出来无？看得出来无？他吃好多，就简单的，就简单的。吃好多饭哦。来，讲。小饭红买大。啊，正卡。哦。来，这可能是咱即马有更爱看无？食饭皇帝甲你讲讲济啥人？对，皇帝嘛。袂困难啦吼，简单啦，轻松放轻松。甲报告者，头一题才用9秒尔。对嘛，好加油，咱阁有2题尔哦。好来，第2题哦，来上个咱请出题。第2题有7个你，7个，伊咧创啊？他在流，伪装流鼻涕，无，哎，流鼻水，哎，是唔叫流鼻水。很有是，查某囡仔拢爱穿较遮尔啊凉啦吼，啊遐伪装啦，嘿，对，啊真正都是好来啊，啥拢免惊的啦，是，好来秒数是51秒，啊，阁有剩呢，啊阁有哦，好来第3题来哦，来，上个咱请出题，第3题有7个你，哦，讲，巴登手骨颠倒用，这个。真厉害！你应该拢无想到介说厉害。哦，拍断手骨颠倒用啦，就讲咱一定不管咱啦，就是咱一定爱拼啦。屡败屡战啦。无唔对，来，这下秒数是偌济？啊，够44秒。所以奖金是偌济？就是4万块咯。好，咱即摆今日去颁奖。来，奖金啦，4万块。啊，无宜兰人失望啦。嘛欢迎大家啦，想要落啊要参加比赛，拢通报，不管是宜兰啊、高雄啥，拢通报名来参加。全省各地拢会使报啦。无唔对，啊，今日咱这边嘛免硬气啊。对啦。吼，其实答了真好啊，你知无？只是选唔到第一呢。这题就真厉害啊呢。是，不要紧，咱公司的节目我讲者。哎，咱若看完咱的这个全家有智慧，哎，每礼拜3暗时9点呢，煞来看咱的幸福好处比。好，今日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哎，掌声欢迎，不，掌声感谢咱陈宏伟老师。哎呀，喜欢。来，专家有智慧，到顶讲台语，好，你大家讲欢喜，再会。来，谢谢，没，阿辉过来。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晒。好，